嘉义民雄的福乐国小今仔办这毕业典礼，不过这礼堂的天棚却熊熊落落来，去激到两位家长赶紧送病院治疗。学校认为讲是这厝顶漏水，天棚变了伤过重才落落来。教处遂要求学校爱检视这环境，避免意外再发生。天棚落伫涂骹，设一脆壳壳，中面的轻钢架是有已经凹起的分只。该关民雄乡福乐国小17早起举行毕业典礼时发生意外，礼堂天棚突然崩落来，造成迄当时伫下面2名学生家长受伤。毕业生致辞的部分，然后后方就听见很大的一声东西掉落的声音，刚好有2位家长在下面，然后就砸伤。今天是毕业典礼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板子可能因为它的含水量太重了，以至于这部分的一个板子就掉落。学校初步检判是厝顶泄漏造成天棚承受伤重所落落来，目前已经将礼堂封起来。嘉义县消防局10点左右协报到场紧急救护，2名受伤的人分别是36岁到39岁女性，头壳拢有刮伤，其中1位手也受伤，全送往嘉义基督教病院治疗。2名女性年约36岁及39岁患者头部有些许外伤，意识清楚，给予相关处置后送往嘉基医院救治。请学校一律再先行检修一下，是不是如果有漏水的部分，要先行做一个漏水的处理哈，避免这个危险的事情再次发生哈。我们这边会督促学校来全面检视。嘉义县教育处强调，会请学校全面检视校内空间环境，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，也请督学表达关心慰问。那2名受伤家长经过治疗了后，拢已经返去厝休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